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外籍移工来台湾做客，背后有万般的无奈。若是伫咧台湾生养后一代，处境就更加艰难咯。官方的统计，虽然移工伫咧台湾生落来的无国籍的囡仔已经超过600个，立委的估计人数搁较侪，将近2万个。这阵囡仔无身份，不管是要读册，或者是要看医生，拢是难题。为着要互这个移工宝宝流落在外，位伫咧台北市的关爱之家，近年来担起重担，照顾这个无国籍的囡仔，嘛将做移工妈妈伫咧台湾的后头厝。Aku ingin terbang dan berimpian jauh tinggi ke tempat kau berada.人抱囡仔拍拼你白，目睭真大蕊，目只毛真长，头毛阁小可 QQ， 看会出来，这对双生啊，甲台湾的囡仔无啥共款。伫边仔伫间照顾的这个安妮，就是因老母。一个人要带2个，真的很难哦。对啊。那他们有常常到公园玩吗？没有。因为平常太忙了。对因为我太忙了。杨桃甲樱桃1岁6个月啊，却是头一摆甲因老母出门佚佗。28岁安妮4年前到台湾做义工，老母这个角色是当初拢毋捌想到的台湾经验。那个我照顾小孩1天又生病了，他1天又生病，然后我不习惯，然后我跑掉，我去交男朋友。甲男朋友恋爱伫台湾生这对双生啊，因为囡仔老爸工作期满1年前转去印尼，剩母囝3人伫台湾相依为命。这个老母是非法的移工，囡仔无多取得台湾的国籍，这尾2人一出世就无身份。我一定要回去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在生病，我不敢回应。对。要把病治好了才敢回去。对。因为我很爱他们啊。活泼的杨桃甲樱桃身躯真侪血管瘤，需要定期治疗。为了留伫台湾治病，安妮就要继续做实轻医疗费，囡仔只好拜托人照顾。对安妮的脚步，原来到伊囝囡仔的关爱之家。目睭大大蕊，皮肤小可乌乌，内面将近90%拢是外国移工妈妈伫台湾所生的囡仔。1992年成立的关爱之家，早期是艾滋病友的中途之家。随着艾滋病关护需要愈来愈少，即马才是无国籍移工妈妈甲囡仔伫台湾的厝。抱4个月大后生，温柔你甲照顾，顶顶的老母22岁来到台湾，一大都是高担。本来工作稳定，却意外有未婚夫的囡仔了，人生规拢变调。我跟那老板说，我也没办法留下来。中介也没办法帮我，所以，就是跟他们说不好意思，还是我自己过我的路，就这样。舍不得哦。真的很舍不得。那时候他一直跟我说，妹妹你要去哪里？就是因为我跟阿妈真的感情很好。不顾离别，丁丁的老母对头家有讲袂完的歹势甲感伤。走出来时已经大巴大，无多上班，嘛无多回去家乡印尼。很多人会讲我们，还有那个怎么了？怎么回来？不是太前卫，就带孩子，就是会这样。我们感觉会不舒服，觉得真的要不这应该怎么办？就这样。所以他留在台湾。对呀。走投无路的伊来到关爱之家，找到暂时的避风港。想要到丁丁出事以后，破病开刀入院1个月，无身份无健保，医疗费20几万。庞大的压力，让丁丁的老母伫镜头前目屎泗南水。不要一直叫我们回去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留是不用很久很久，大概最久是3年。最少是2年，就是可以跟小孩子过得
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一家人一起回去。偶尔来，芋头、小马、阿妈、小妈妈，那可爱的小妈妈，就是让妈妈好记啊，所以不是水果就是动物。头毛乌乌直直，充满关爱的表情。60岁杨建武是关爱之家的创办人，囡仔拢叫伊咪咪。囡仔古嘴的名真侪拢是伊号的。不过这款的代号，却嘛是这阵囡仔伫这个世界上存在唯一的证明。采用常人主义的台湾，伊讲囡仔就算伫台湾出世，嘛无法度取得咱国的国籍。若是无随着因老母回国，就会被认定是滞留伫台湾的无国籍的囡仔。妈妈来就说不要了，所以我们就通报。那通报，因为社会局那边还没有床位，所以他就在这边等。妈妈就从此没有来过。对对对。 6个月大的蠓仔拄好来到这个世界，就被人放散。像这款老爸唔知影老母失踪的囡仔，会由社会局接手，办理收养出养。不过，伫关爱之家，大部分的囡仔并无和老母放散，只是为了避免被遣返。伊甲妈妈平常时拢闭起来做乌工，只能找时间来看囡仔。所以讲，关爱之家负责照顾因，变成伊甲妈妈甲这囡仔伫他乡外里的后头厝。 这一间是负责照顾刚出生到3个月大宝宝的育婴室，在上铺可以看到堆积了许多孩子们要用的棉被，下面呢则是整整一大排满满的尿布。因为在关爱之家要照顾150多位的孩子，一天就要用掉2大箱尿布。所以这样一天要喂几次呢？4、5次啊。奶粉的用量也蛮多的。对，很多。这一天我们要用大概就算是1楼可以，那个一天要送大概这2罐大罐。 逐个月干来照顾这个囡仔，都要开300几万，我开拢是民间的小额的募款。不过对因来讲，上较大的挑战就是囡仔无居留证、看病无健保，都要家己纳医药费。关爱之家每个月都要支出50万到100万的医疗费用。我们希望他们在台湾能够碰到像我们这样的机构，无条件的帮他们，让他们回到印尼以后，永远记得我那时候。 很痛苦的时候，台湾人帮我了，那以后他也会懂得去帮别人。有人了，我土鸡，想进去上课吗？想上课，上什么？打篮球了。你们在上体育课打篮球是不是？是啊。这阵被排除在正规教育体系外口的囡仔，只能看小学内面的哥哥姐姐真新鲜。我嘛征求学校同意，头一摆为因拍开国小大门，可以伫房内面佚佗。 我想要做那个师傅，我以后长大，我想要做厨师，我长大要当老师。讲到未来梦想，天真的笑容中，好像就拢唔知讲未来爱面对什么款的人生难题。伫台湾无国籍的囡仔，就算会使以专案的方式去学校寄读到高中毕业，也不过嘛无毕业证书。18岁以后无儿小法的保护，恐惊又会变成专案外的问题。 没有拿到毕业证书，最大的影响是他未来长大后，不管要继续升学还是在就业面，他只能打黑工，甚至他只能做比较低阶的工作。就算这些孩子他有些是非常有才华的，还是非常聪明的，他还是没办法去呈现他的一个优势。 依照内政部统计，全台湾已经有70万东南亚移工，行踪不明失联移工有5万几人，其中女性占1半以上。为2013年到今啊，接到通报非法移工无户籍的囡仔人数至少几百人，甚至有人估计这个数字逼近2万人。新的个案进来，我们都会希望他有时间性的，我们帮助他，然后让他可以赶快回家这样子。不是说一直待很久。 可是有时候你也没办法，就是你也怕说妈妈真的又想待下来，然后孩子又乱丢，所以就无条件的去协助他们，必须继续保护这个小孩。你如果说让他说好，在这边生了小孩不管，然后我们就把他认定为我国国籍，或者是就发给他外侨居留证，这样子感觉好像是在鼓励。 非法移工在台生小孩，而且弃养，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可能就是，在对小孩子最好的方式来处理。
无过这个囡仔要安怎安置，已经变成全台社政系统上爱关切的议题之一。是不是要放宽法令，分更较侪人权保障，入去正在推动修法？在这个会期之前，会提出在移民法里面去加注。那我们的考量点可能会加在第10条里面，那去解决了孩子满18岁之后。就是给他一个永久居留，那让他的整个照顾面更完善。那至于之后他要不要去取得台湾国籍，还是规划台湾国籍，我觉得这块就是后续的由孩子来决定。外籍移工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劳动生产贡献，为台湾社会创造几亿个产单，因为产生出来移工妈妈加囡仔，嘛却是台湾我都推卸的责任。这阵漂亮的小天才，无国籍无名，自细汉忍受长期的亲子分离，再搁忍受外界无共款的眼光，大人的唔对，囡仔负孤，只是政府要安怎处理，伫人道甲法令之间，目前犹原无解。立委的估计，失联期间伫台湾生落来的无国籍的囡仔，将近有2万个。要安怎照顾安置这小小的人球，嘛将做台湾社会必须爱承担的责任。休困一个马。